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話嘅係性案資料嘅第53個視頻，介紹演員劉宇寧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，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劉宇寧，1990年1月8號生於遼寧丹東，中國內地男歌手、演員，摩登兄弟樂隊主唱。佢幼年喪父，有爺爺嫲嫲女帶，家境貧寒。16歲職業學校畢業之後，做過廚師、服務員等底層做嘢，始終未棄音樂夢。2014年，佢組建摩登兄弟樂隊，喺街頭與網絡平台直播演唱，堅持4年。2018年，因翻唱講真係等歌曲爆紅，9月發行首支單曲《想像》正式出道。此後，佢多棲發展，音樂上為沙海、琉璃等獻唱爆款 OST， 發片10，獲東方風雲榜最佳新人等榮譽。2025年登上央視春晚，影視上出演長歌德、話英雄誰係英雄等劇，演技受認可。佢喺草根歌手逆襲為全能藝人，係勵志典範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劉宇寧嘅視頻就講到呢處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